2025年 MC 第3條啊，呢啲software identities 嘅題目啦。咁咧嗱，首先咧呢啲點樣做嘅咧？如果用簡單啲嘅方法啊，快啲嘅方法咧，其實咧可以咁樣做嘅，因為咧呢個負8塞咗落去嘅時候係0啊嘛。咁其實因為而家咧佢有 A 係一個叫做未知數啦，咁 B 係另一個未知數啦，有 A 有 B 兩個未知數。如果我可以整走一開波整走其中一個數咧，咁咧其實咧另外咧就好快做到嘅。咁不過咧呢條咧就唔係好整到啊，因為咧平時嗰一代咧就一個即刻冇咗，咁不過呢條唔得。咁呢我純粹示範一個方法咧，就係咧代數咧之後咧會容易計啲嘅。咁咧譬如你代x 咧可以代0、1、2，代總之代兩個數有兩條式，跟住有 A、B 兩條式直接篤機就得㗎啦。咁咧不過咧，如果係呢條嚟講咧，咁咧我會選擇試下咁代啦，咁樣教下啦。咁譬如我代負8 ，x 代負8，點解 x 代負8咧 ？x 代負8呢嚿嘢變咗0啊，零乘咩都係0，即係呢嚿直情冇晒啦。代負8嘅時候，呢嚿冇晒，呢邊得翻 B。咁呢個代負8啦，負8二次方64啦。咁呢個 x 代負8，約完簡之後係負25a 啦。咁而翻看就25a 加 b 等於64，第一條式。跟住咧第二條式我會代負3，負3代同樣道理，呢個嘢冇咗，呢嚿冇咗，跟住呢個代負3嘅二次就係9啦。咁跟住呢個 b 就係 b 啦，跟住 x 代負3啦，塞完落去之後約簡，咁咧就係咧呢條嚟嘅。咁再約簡啦，拆括弧。負15加5a 加 b 等於9，約完簡調翻位咧就係5a 加 b 等於24。咁有兩個未知數，咁啊直接篤機咁就 OK 噶啦。咁咧咁呢度都篤下啦。咁咧就 program 咯，聯立方程 program 攞部計數機出嚟咯 program。咁啊撳啦，25等於1。等於64等於5等於1等於24等於出嚟第一個數係2，再撳多下出嚟係第二個數係14，即係咧第一個數咧就係 A 等於2，第二個數咧就係 B 就等於14啦。咁嗱呢度咧得兩個 unknown， 但係咧可以咧代 x 咧做兩個數。嗱佢有兩個 unknown， 咁咧你但係咧可以代 x 做兩個數，咁有兩條式，兩個 unknown 兩條式咁就會計到噶啦。咁當然啦，或者你可以用傳統嘅方法拆開兩邊，再比較 coefficients 嘅。So I say mass love you， 粗數歲月不艱苦，身邊滿布戰友，裝律詞做到歡呼，考試唔做大二注，挑機要入好 program， 準考證記住唔好出 course。So I say mass love you，BN 不記盡力高呼 ，MC 你唔係靠亂估，即使要含着廢水。